过了6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，万地上了高山，就伫因面前变了形象，面变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向因显现，同耶稣讲话。彼得对耶稣讲：“主啊，阮伫遮真好，你若愿意，我就伫遮搭3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”讲话之间，忽然有一蕊光明的云彩遮盖因，并有声音对云彩内出来讲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恁爱听伊。”门徒听到，就俯伏伫地，极其惊吓。耶稣进前来，望因讲起来，毋通惊吓。因举目不见一人，干那见耶稣伫遐里。落山的时阵，耶稣吩咐因讲：“人子也未对死来过活，恁毋通将所看见的讲互人。”门徒问耶稣讲：“文士为什么讲以利亚必须先来？”耶稣回答讲：“以利亚果然先来，并要复兴万事。只是我讲互恁知，以利亚已经来了，人却无熟悉伊，竟任伊待伊。人子也将要安尼受因的害。”门徒直接明白耶稣所讲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。耶稣甲门徒到了众人迄边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落，讲：“主啊，怜悯我的后生，伊害癫痫的病真苦，愈处跋伫火内，愈处跋伫水内。我带伊到你门徒迄边，因却袂当医治伊。”耶稣讲：“哎呀，这个不信、个悖谬的世代，我伫恁遮要等到几时呢？我忍耐恁要到几时呢？甲伊带到我这里来。”耶稣斥责迄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囡仔就全有了。门徒暗地甲耶稣头前讲：“阮为什么袂当赶出迄个鬼呢？”耶稣讲：“是因恁的信心小。我实在讲互恁，恁若有信心，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讲：恁对这边挪到迄边，伊也要挪去，并且恁无有一件袂当做的事了。”讲到这类的鬼，若无祈祷禁食，伊就无出来。因搁住伫加利利的时阵，耶稣对门徒讲：“人子将要被交伫人手内，因要杀害伊。第3日，伊要搁活。”门徒就大大的忧愁。到了加百农，有收定税人来见彼得，讲：“恁的先生无纳定税吗？”彼得讲：“纳。”伊进了厝内，耶稣先向伊讲：“西门，你的意思如何？世上的君王向谁收关税、定税？是向家己的后生呢，还是向外人呢？”彼得讲：“是向外人。”耶稣讲：“既然如此，后生就会当免税了。但恐惊触发因，恁请往海边去钓鱼，甲先钓起来的鱼摕起来，开了伊的喙，必得1块钱，也当摕去互因，做你我的税银。”